佢哋分別就係謝德新醫生、蔡宗明醫生、劉業光醫生，咦有 fans 好多劉 fans，子榮醫我哋要生。褪過啲，褪過啲。林佩雲醫生，仲有崔立德護士，幾位嘅醫護人員組成嘅喎。犀利啊！再俾啲掌聲聽下好冇？哇！山頂嘅朋友，好多 fans 啊！哇！你話有牌有牌啊嗰度。佢哋希望咧透過音樂咧可以發放咧正確嘅醫療資訊同埋正能量㗎。冇錯啦，呢隻歌咧係佢哋自己嘅創作嚟嘅，即係呢隻歌曲咧叫做《人生競技賽》。謝醫生，謝醫生喺邊？係你好。其實呢首歌咧，我知道你係親自填詞喎，不如你去介紹下呢隻創作嘅呢隻作品好唔好啊？嗱，其實咧本身即係我哋第3年係喺香港係世界巡迴演出嘅，咁多謝我哋 College 繼續俾個機會我哋啦。咁但係我哋一隊業餘樂隊咧，一年寫一首歌係好難嘅。咁啊，今年勉強又寫一首歌。咁當然我要多謝我嘅拍檔，我哋嘅職業嘅作曲人阿 Barry 中幫我。首歌係講咩咧？咁其實我本身都要跑步嘅。因為咧頭先各位同事，我睇得出你瘦到咁 fit，我應該冇肚腩嘅，我覺得。係嚇，咁因為我喺以身作則咧，希望可以自己跑步，鼓勵我啲病人跑步。係。咁我想同阿鄭龍講咧，其實咧香港而家好好嘅，其實咧香港識嗰個嘅港島線咧已經駁通晒咧，其實我哋跑步咧再見唔到紅綠燈㗎啦。係啊，好方便。即係跑嗰啲港島線嗰啲冇紅綠燈㗎啦，冇紅綠燈啦。啲嘢就好慘，你跑跑明明綠燈變咗紅燈咧，即係要繼續咁樣喺度。係啊，我哋失戀先會見到紅綠燈嘅，而家見唔到㗎啦。咁我不幸地咧，咁我其實我有跑步嘅，咁但係22年年尾咧，咁我隻腳就有腳患，喺度行路都行到腳下度跑冇步。咁於是乎咧，我係23年1月21號咧隻腳做咗手術。咁嗰時同我講話點啊？佢話：你呢個年紀做乜鬼啊？哎呀，咁樣講。咁我話咩年紀啫？咁決定做手術就梗係要正面面對㗎啦。冇錯，冇錯。我就做完手術之後咧就練跑。23年1月20號做手術，24年1月21號就渣打10K。哇！25年2月8號就渣打半馬。哇！嚟緊下星期全馬。全馬。渣打全馬跑到。哇！俾啲掌聲先，好鼓勵到我哋啊！跑到個話咧，我就會同阿徐醫生喺麻煩你終點等我，你一定快過我，我希望完到。係咩？係啊，佢有咁勁㗎？佢年年跑㗎，佢好犀利㗎。哇！犀利啊！係啊，即係佢上嚟我哋健康關注組咧，即係佢斯斯文文，原來跑得咁勁喎。係啊，我永遠見到佢咧，一定見到佢嘅背影，跟住見唔到佢嘅。咁啊，所以其實由跑步，由自己病咗跑翻步，同埋同人比較，慢慢其實呢3年咧，我就感覺到咧由跑步悟出人生。好嘢。咁人生同跑步都一模一樣嘅啫，總有高山低谷嘅。冇錯，跌倒就再起翻身啦。冇錯，所以就創作咗呢隻歌曲《人生競技賽》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嘅歌詞。好啊，咁啊，其實咧歌詞好有意義啦。頭先見到啦，我哋工作人員咧亦都派發咗啦。其實咧，大家手上面咧而家都會有啦，我哋呢首《人生競技賽》嘅歌詞，大家可以邊聽邊睇咧，應該有更加多嘅感受出咗嚟嘅。係啦，交個台俾你哋吧。將聲交俾 Handos。猶如競技賽，不斷面對得失，經歷起伏，成功在於過程中，亦努力和成長。從沒想過一步登天，只相信每一天。努力每一天累積長跑，人生長跑，取決於耐性與毅力。面對這競賽，曾想過放棄，想過要終止。
己的意義和價值，別羨慕他人成就，忘記人們背後付出，從不去比較，每日只挑戰昨天自己。從沒想過一步登天，努力每一天累積長跑，人生取決於耐性與毅力。面對這競賽，曾想過放棄，想過要終止。堅持走自己的路，尋找自己的意義和價值。別羨慕他人成就，忘記人們背後付出，從不去比較，每日只挑戰昨天自己。別羨慕他人成就，忘記人們背後付出，從不去比較，每日只挑戰昨天自己。沒有奇蹟，只有累積。多謝大家。首歌嘅最後嘅歌詞咧係跑步人嘅格言嚟嘅，係沒有奇蹟，只有累積。徐醫生，希望終點見到你嘅。其他我哋希望下年繼續受邀請，下年見。頭先你話好難見到佢喎，佢跑得咁快，佢會等我嘅。喺終點，喺終點等。喺終點等，喺終點等。哦，即係唔係咁樣嘅。唔係嘅。好，多謝多謝晒咁多位， Herlos。多謝晒，多謝晒 Herlos。同埋咧，除咗要多謝 Herlos 之外，亦都要多謝默默守護住我哋嘅醫護人員，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？好，大大力嘅掌聲。係啦，咁就係 Paula 頭先咧，係即係咁多位嘉賓。